学，又过了1个礼拜，我们可以在线上见面了。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发现，在第2次的主日学，有更多小朋友一起加入线上服事的行列了呢？虽然说疫情越来越久，但是每一周我们能够更多的看到不同的伙伴，其实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就邀请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敬拜，邀请我们等一下跟着影片一起唱哦。嗨，各位同学，刚刚跟着敬拜的同学一起唱唱跳跳，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呢？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另外一个瘟疫的故事。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从第1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收集了3个瘟疫的故事，这周是第3个。第1个，我们讲巴兰他怎么带给以色列人瘟疫；第2个，大卫王他是怎么样在他的人民中间，因为数点民众的关系而导致瘟疫。而我们今天要讲的第3个故事呢，是摩西还有以色列人的故事哦。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摩西是谁，就是那个把红海分开的，还有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领袖。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听到他和以色列人发生的一段故事，是记载在圣经的民数记16章。那在16章的这个地方呢，摩西遇到了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原本不是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吗？结果现在这群以色列人有一堆人跑过来骂他是坏人呢，然后说他是个骗子。那为什么他们会突然出现这样的状况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好，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有一天呢，有4个人，然后他们又带了250个人来找摩西理论。这4个人呢，是可拉、大贪、安还有亚比兰哦。他们带了250个人，也不是普通的人，他们是以色列会众的领袖哎。
那他们来找摩西干嘛呢？他们来跟摩西说：摩西，你凭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利管我们大家？你是不是一个坏人？哇！所以他们是来控告摩西的。他们就觉得说，为什么在上帝的家里面，每个人都一样圣洁，每个人都一样好，那上帝也都跟每个人同在，那凭什么只有摩西可以管理大家？凭什么只有摩西的哥哥亚伦可以当祭司呢？哇！所以这些人心里就慢慢的有不舒服，有嫉妒的心，从4个人这样想而已，慢慢变成250个领袖都觉得，该不会是摩西他在骗我们吧？所以他们就跑来理论了。他们觉得摩西一定是自己有不好的想法，所以大权在握。哇！那摩西一下子看到200多个人跑来找他，他都吓死了，所以他赶紧匍匐在地上说：哎呀，你们不要这样子，你们从以前跟我一起生活，应该都知道我不是那种很想要当领袖的人，不是很想要管别人的人哦。所以明天你们呢，要不要每个人就带着自己的香炉？香炉是那个时候代表每个人会祷告的用的一种用品。我们带着香炉，我们明天第2天一起来问耶和华，看上帝会不会在明天告诉我们他喜悦谁来做这样子的侍奉。所以摩西就提出这个建议啦。结果没想到这些人当中竟然有一些人对摩西这样子有道理的提议，他们还说：我们不听你的这个提议，因为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一定是你想要自立为王。各位同学，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班上，或是有的时候可能在工作的地方，我们也会看到，当有一些人他们的权力比较大，或是他们表现得比较好的时候，旁边的一些人就会开始嫉妒这些比较好的人。就算那个表现得比较好的人，他没有特别做什么，但是可能其他人因为嫉妒，就会一传十，十传百，说：哇，这个人他做人很虚伪啊，他都在装客气啊，他其实怎样怎样。所以其实这种因为嫉妒而说别人坏话的情况，不只是在圣经里面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也很常出现呢？所以我们知道摩西这个时候真的面对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情况，他就继续邀请这些人。果然第2天，上帝照着摩西和以色列人约定的时间出现了。那一天，这些250个领袖，还有那个4个带头的，他们来了，都带着自己的香炉，要来问上帝。而且不止这样他们带了更多以色列人来耶，就代表这个谣言或是抹黑的消息会一直传播。已经不只是200多个人，是一大堆人都在怀疑摩西是不是坏人。哇，还好这个时候上帝呢就来到会众中间，就跟亚伦还有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哇！所以我们听到上帝生气了，他告诉亚伦和摩西说：你们离这个会众远一点，他要灭绝会众，因为这些会众怎么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结果亚伦和摩西听到之后，他们吓到了，他们赶快跪在上帝面前祷告说：上帝啊，你不要这样子对待这些人，因为一开始只有少少的几个人犯错，不用这样子来惩罚一大群人。我们知道上帝是很有怜悯的，所以上帝就改变心意了。还有接着对摩西和亚伦说：好，你们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帐篷的四围。
上帝就改成请摩西和亚伦去跟别人说：大家，你们离开大滩、亚比兰还有可拉的帐篷，就是他们住的地方。结果这3个人的帐篷呢，在大家都离开他们远远的之后，就忽然有一个地震。地震之后，那个地就裂开了。裂开了之后，这3个人他们家的帐篷就掉到地的那个裂缝里面去，然后地又合起来了。所以上帝就很精准的去惩罚这些污蔑别人的人。然后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之后呢，又有天上有火降下来，把前一天250个跟着一起反抗的这个族长或领袖就烧掉了。因为我们不能让这种坏消息或谣言继续扩散。我们知道从第一天一开始只有4个人，变成250个人，最后到第2天的时候，已经是一大堆会众都有这种不好的想法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谣言或不好的想法的传播是多么的快速还有严重。没想到他们在第3天的时候，又跑来向摩西和亚伦说：都是你们害的，就是你们害的，昨天死了200多个人，你们是杀了上帝子民的人。他们就在那边反抗。哇，摩西和亚伦他们就赶紧又面向耶和华那边。这个时候，上帝果然出现了，他就用云彩出现，而且云彩里面有声音对摩西和亚伦这样说哦：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所以我们听到上帝他真的很生气，他明明做了那么多事情来告诉以色列人，但他们就是听不懂，所以他现在叫亚伦和摩西离会众远一点，他要来惩罚他们了。哇，摩西和亚伦这个时候听到了，当然又很紧张。亚伦就赶快带着这些祷告的器具，炭火、炉子，赶快跑到人民中间，看到原来上帝这次就是用瘟疫来让大家知道他很生气了。这次的瘟疫呢，让以色列人中间死了14700个人。那直到亚伦在他们中间祷告，在死人和活人中间跟上帝求说：上帝，求你停止。那这个时候瘟疫就停下来了，上帝就没有再继续惩罚以色列人。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避免这种抹黑的消息或是假消息的这种传播，但还好，我们看见经文里的上帝呢，他其实有很多的机会是给人们去反省还有悔改的。比方说，他多次请亚伦还有摩西去警告大家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也给大家很多的时间去想想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对的。而且最后，只要有人，比方说在经文里面是亚伦帮他们祷告，他们就可以不会遭受到不好的后果。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一直都只是希望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他不是一心一意、很凶的想要惩罚每个犯错的人，他希望大家都悔改。愿我们也从故事中学习，当我们有可能受负面的新闻或消息来影响我们判断力的时候，我们可以记得多去跟耶稣祷告，而且也多听听身旁的敬畏上帝的朋友给我们的建议，甚至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重新能够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不要把好的人说成不好的人，把白的事情说成黑的。愿圣灵保守我们的心，能够有这样的智慧来做是非的判断。好，那最后我有2个问题要问各位同学。第一题，为什么以色列人有些人不想听摩西的话？第二题，
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惩罚以色列人当中不听他的心意的人？以上这些问题，邀请我们的同学和家人可以一起讨论。那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今天的故事里面看到你用很多的方式来警告你的子民，不要去被假消息、抹黑的消息来影响对你的信靠。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心是很容易被不同的声音影响的。但是恳求你保守我们，能够更多的借着祷告，还有我们周遭敬畏你的朋友的分享，来分辨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好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走在合宜的路上。我们相信你必会大大的帮助我们走这条路。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属于你。好，这个时候邀请我们大家仍然一起奉献。我们可以把每周所预备的这一点点的金钱，在疫情结束之后拿来教会，然后跟上帝说，这是我们每一周预备给他的，表示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我们也献上我们微薄的心意来谢谢他。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别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疫情当中保护每个人的身体健康，谢谢你使用你的话语让我们得到力量，让我们心里充满信心和盼望。我们献上一点点的金钱，求你悦纳，祈求主耶稣在暑假这段期间赐下平安和喜乐在每个人的心中。这样是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都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5章16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都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5章16节。